唠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时间已经来到24节气的立冬。古早人讲立冬补喙空，嘛有人讲补冬不如补霜降。会当发现偏偏是补冬，时间小可无共。原因就是因为咱台湾南北二路寒人的时间较无共款，北部较紧寒人，若南部佫真烧热。所以过去嘛有人讲顶港是补立冬，若下港冬季才来补喙空。讲新闻唠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唠台语，过来话大小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昨昏就是24节气当中的这立冬，讲到立冬补冬，立冬补喙空，爱进补的时阵，爱注意什么款的代志咧？今仔日唠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回来了解。第一条图，咱来看卖，讲到这个立冬补冬，立冬补喙空，啊，毋过毋是每一个人都适合食这油马螺，食这姜母鸭来进补。来看卖，讲到平常时你若是骹甲手较会冷叽叽，气是较虚的人，适合用这温补的这个方式，食啥物咧？食这油马螺，食这姜母鸭。啊，毋过你若是平常时人都较燥，这个时阵呢火气较大，你就适合用这凉补的方式。这个时阵爱适合食啥物咧？食这银耳等等的物件。第三个看卖，若是你平常时又搁惊热，又搁惊冷，而且呢腹肚定定无爽快，你就适合用这平补的方式。爱食啥物咧？会当啉这素心汤，会当食这山药加莲子。继续来看卖，讲到立冬的时阵，有一寡传统的风俗哦，因为立冬是伫旧历10月份，10月份就是农作物收成的时间。这个时阵呢，农民就会感谢提供白一年来照顾，所以就会建造，另外呢起灯锅。放这水灯，这个时阵呢，都是为了感谢这提供白一年来照顾，嘛感谢祖先甲好兄弟。另外来看卖，讲到这个立冬的时阵，有一寡开运的方法哦。伫个南边的所在食啥物呢？食这圆啊，为啥物呢？代表团圆，代表圆满，而且呢，爱特别注意哦，爱食这香素。为什么食这香素呢？因为代表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。另外，这是南边爱食这圆啊，伫北边的所在爱食啥物呢？食这水饺。为什么食这水饺呢？有人讲这水饺的形，就甲这鱼仔同款，所以呢，伫个寒天的时阵，外口遮尔热，食这水饺就会保庇你鱼仔袂冻伤。另外呢，有人讲这水饺就亲像是元宝同款，会当互你发大财。另外第三个会当食啥物？会当食这甘蔗，因为甘蔗大家拢知影，愈食是愈甜，就代表你每年会愈来愈顺利，愈来愈好。第四个是啥物呢？会当食这个柑仔，为什么会当食这个柑仔呢？柑仔的音，华语的音就亲像是橘子甲吉祥的吉，音是真小形的，就代表吉祥，代表圆满。另外上尾一个来看卖，立冬的时阵，有一寡禁忌哦。为什么禁忌呢？第一个来看卖，就是莫遮尔早出门，莫遮尔晚转来，因为大家拢知影，立冬了后，寒天正式来啊，这时阵外口变了冷叽叽，遮尔寒的时阵，若是较早出门，较晚转来，安尼身体天气变化较大，对身体是比较较无好的。第二来看卖，莫做运动的时阵，做条遮尔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做运动规身躯寒，安尼身躯是遮尔热，外口又遮尔冷，安尼颠倒会感冒。第三个看卖是啥物呢？莫啉遮尔烧的滚水，意思是共款的，因为啉这烧滚水了后，身体变热，啊，毋过呢外口佫遮尔热，一粒热一粒冷，嘛会感冒。上尾一个看卖，就是莫浸这烧水，莫浸遮尔久，意思嘛是共款的，就是浸烧水，大家拢知影，伫个寒天内底是有够爽快，啊，毋过浸伤久，安尼身体遮尔热，接触到冷的空气，安尼对身体嘛是毋是遮尔好。另外讲到这个立冬的时阵，有一寡传统的台语俗语。第一来看卖，拄则有讲过，立冬补冬，立冬补喙空。因为立冬的时阵，对真侪农民来讲，就是一年会当休困的这个时间，所以呢，这个时阵身体就较虚，进补了后对身体比较较好。另外第二来看卖，就是丢收成，立冬田头空。拄则讲过，立冬的时阵就是旧历10月份，这个时阵真侪农作物、真侪稻仔拢已经收成啊，就亲像这田内底。剃光头共款，所以就代表田头内底空。另外第三个是啥物呢？第三个就是立冬过，稻仔就是黄三分，有青色无青菜。拄则讲过，这稻仔收成了后，因为这个时阵是收成期，所以呢，这稻仔真紧就会收成啊。啊，毋过内底剩啥物呢？剩这青色，青色是啥物？青色就是还未熟的这稻仔壳，还未熟这稻仔壳，所以呢，就干那剩这青色尔。来看卖下一个是啥物？就是立冬收
养生期，鸡脚开蹄。拄则讲到春这个青切，春这个青切，意思就是讲，这个青切是未熟的这个猪仔壳，就是这个鸟啊，甲这个鸡啊上爱食的物件，所以这个菜内底就会变做真侪鸟啊甲鸡啊，拢会伫咧遐叽叽喳喳有够闹热。上尾一来看卖是啥物咧？就是这个立冬有雨风暖冬，立冬无雨风春旱。意思就是讲，若是立冬即天落雨的时阵，规个寒天有可能都会落雨。啊，毋过立冬若是无落雨，大家特别注意咯，因为每年的春天有可能就会出现欠水危机。好，无论如何，立冬保冬，立冬保喙空，爱进补的时阵，提醒所有观众朋友，也是爱特别注意看家己的体质，爱适合进补食什么款的物件。好，这就是今日的老台讲新闻，提供给大家做回来参考。